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小小包啊。今日咧，我哋呢套影片咧係要指出點樣去斷除貪嗔癡，係要指出呢個斷除貪嗔癡嘅道路。點解我哋要斷除貪嗔癡咧？因為要斷煩惱，要脫離輪迴，離苦得樂。咁樣有一個問題嚟啦，乜嘢係煩惱啊？煩惱咧，其實係可以歸納為貪嗔癡三毒嘅。我哋而家貪嗔癡逐個講啦。嗱，貪係乜嘢咧？貪愛各種不同嘅事物為之貪，例如金錢啦、物品啦、生活條件啦、性嘅追求啦、各式各樣嘅享樂啦、感受啊，都算數噃。而貪咧係有程度之分嘅。你睇到佢可以係極微細嘅喜愛啦，呢一度極微細嘅喜愛啦，跟住再升級少少就係喜愛，然之後再渴求，佢跟住係痴迷，去到最後就係極強嘅貪婪啊！如果你睇過新聞上面啲貪官嘅例子，你就會發覺佢哋嘅貪婪係好瘋狂嘅啊！如果你睇過嗰啲人就點樣追星啊，嗰啲追偶像嘅嗰啲 fans，你就會發覺咩叫痴迷啦，啊咩叫渴求，咩叫痴迷啦，啊！咁跟住我哋睇下乜嘢叫嗔？嗔係咩咧？厭惡各種不同事物同埋嘅狀況為之嗔，包括世間一切嘅人事物，甚至係形而上嘅嘢都得㗎，例如別人嘅說話態度啊、意識形態都可以成為你厭惡嘅對象。而嗔咧都有程度嘅。嗱，我哋睇到佢可以由極微細嘅憂鬱煩躁開始，已經係嗔嘅，跟住咧一路升到煩躁啊、仇恨啊、殘酷啊、兇狠啊，依招極強嘅暴怒。而呢啲極強嘅暴怒咧，甚至係可以搞出人命，可以殺人嘅都得嘅。呢個就係嗔。跟住乜嘢叫做癡咧？癡就係無知，唔知道、唔了解事物嘅身心、世間嘅真相。呢個狀況又叫做無明。哇！呢度有啲抽象喎，你會發覺咩叫做唔了解事物身心世間嘅真相咧？呢個 concept 基本上包括咗兩點。第一點，唔了解無常，所以帶來咗痛苦。第二點，唔了解無我，所以帶來咗嗔心。嗱，呢兩點咧 hold 住先，一陣我哋先講翻。好啦，我哋正式入題啦。點樣使貪嗔癡熄滅咧？好多人會採取逐個擊破嘅策略，貪又有一堆嘢去令佢熄滅，嗔咧又做一堆嘢去令佢熄滅嗔，癡又係咁樣。其實呢個唔係最有效嘅方法，唔係冇用，而係有更好嘅方法。要知道呢個更好嘅方法，我哋首先要明白貪嗔癡呢三樣嘢嘅互相之間嘅關係先。因為原來貪同埋嗔咧都係來自於癡喎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個癡係咩嚟㗎？係無明。咁無明又係咩嚟㗎？就係之前我哋講過嘅唔了解事物身心世間嘅真相啊。其實個原理好簡單，因為你唔了解事物身心嘅真相，所以你認為你貪得越多咧，就越着數，所以引起咗呢一樣嘢，增加咗你嘅貪愛啦。就因為你唔明白無我嘅法義，當感到自我受到損害嘅時候，你就會起嗔心。所以要滅除無明，
得知世間真相嘅方法，就係學習佛陀嘅四聖諦啦。只要能夠明白同埋深刻體會四聖諦，亦即係苦集滅道呢四個道理，就能夠有正知正見。有正知正見就能夠使無明熄滅嘅。倘若無明熄滅，就唔會因為無明愚痴而引起貪愛瞋恚，斷除貪嗔癡三毒啦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仍然會充滿疑問：點解有咗正知正見就唔會貪？點解有咗正知正見就唔會瞋呢？咁我哋繼續講落去，因為四聖諦嘅內容充分解釋咗你嘅貪愛將會使你承受好大嘅痛苦，於是因為你知道咗呢個真理，所以你就唔再貪啦。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好中意某個異性，又或者你再特殊啲，好中意某個同性都好，你好想親近佢，點知後來你發現你中意嘅對象原來有愛滋嘅，於是你就由貪愛佢變成厭離佢啦。因為你知道親近佢之後會還愛滋啊嘛，你知道貪愛佢之後你會還愛滋啊嘛，會痛苦啊嘛，所以你就厭離佢啦。同樣咁樣講，四聖諦亦都能夠使你知道其他嘅貪愛所帶嚟嘅痛苦，所以咧就能夠使你唔再貪愛嘅。正因為咁嘅四聖諦亦係指出咗世間事物嘅真相係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你就會知道冇一個你係會喺任何情況下會有損失啲乜嘢。咁所以咧你就唔會話好嬲，而且你亦都唔會有瞋恨嘅對象，於是你嘅瞋都熄滅埋。我當然知道呢一個好概括嘅說法啦，係唔可能就咁講下就證悟到啲乜嘢。我嘅目的係要俾大家係要向大家指出熄滅貪嗔癡嘅正確方向，有咗正確嘅方向，修行先至有實效嘅。講來講去就係要學四聖諦，諦嘅意思即係真理咁解。四聖諦裏邊有嘅苦諦、集諦、滅諦同埋道諦，而要學好四聖諦，就要學好道諦嘅八正道。呢個八正道咧，已經能夠涵蓋到戒定慧三無漏學噶啦。由於今集嘅目的只係指示出方向，亦冇可能一次過可以講晒咁多嘢，所以細節方面會留翻日後嘅影片慢慢講。如果大家心急想快啲知道，可以喺其他渠道尋找到噶。呢啲咁嘅資訊唔係難尋找到嘅，無論係書本、電子書、YouTube、網頁等等都好，你都可以試下用本影片裏邊嘅資料作為關鍵字，去用搜尋器去揾翻嚟學嘅。只要你哋肯學啦，響唔響我個頻道學，我都冇乜所謂。最重要嘅係大家都可以蒙受佛恩，離苦得樂嘅。好啦，講完四聖諦，我就講四幫忙啦。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幫我按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使到 YouTube 咧將我影片能夠推薦俾更加多人睇。特別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對大眾係有益有幫助嘅，就需要推薦俾其他人睇啦。拜拜。